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红龙独家提供便宜。今晡日เรา睇到咧小介嘅纪录片咧，路途从爱顺头嘅是系路途嘅土壤胖性格，分享土壤。大家好，東風期做啲女都兩片，讓大家分享。耶，分享土壤吼，今日咧小介嘅攞出纪錄片，路途講嘅是係尤其後生人，記到寬度李行嘅歌唱，做啲講嘅記錄了，記到咧醫生啲話你講當正貴。动蛋孙，唔过还动衣服改狗仓什么？错，我原本是想拍一个很热血的环岛纪录片，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作品就莫名其妙变成另一个样子，变成另外一个样子。到底变心嘛？该容咧，邀请你所有嘅观众朋友到土壤，共下来看两出纪录片《路途》。先背这个，再背这个，就下去了。左省道，左省道，先到那个中医的时候，先到中医。在长老家会在哪里？好，拜拜，加油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Go go go！去年暑假，我和教会的3个朋友徒步环岛。我们从内地出发，一路往南走。有时候烈日当头，我们在38度的高温下汗流浃背；有时候滂沱大雨，我们只能踩着水继续走着。最后，我们看遍了台湾美丽的风景，也感受了不同县市的人情味。总共要走几天？46天。怎么从哪边开始走？河沿，然后已经绕一圈了。而每天晚上是我们充电的时刻，我们总会和住宿的教会交流，然后一而再而三地重复着自我介绍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周越，高中毕业，升大学。我是吴俊瑞，台东教育大学数学教育学系，升大2，然后我兴趣是跳舞。我叫明君，明年就是要考特考，等消防员。我们总是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，要去哪，没人说得准。就像我这3个朋友，他们一定也没想过，1年后的现在，已经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。一定要走完全部吗？呀，不能偷大家包。不然你要怎么偷吃不？骑车。靠腰。感觉就不在我们路线上。看一下啊，很远哦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这里啊。然后走哪里？这边都没有便利商店啊。那我们大概再走个3个小时。啊，算了，走了。原本以为走路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那滚烫的太阳早就把我们晒得晕头转向了。有路吗？这边有条路可以过去啊，你把我这样直着穿过去，感觉可以走啊。对。对啊。你先上。我先。世界上明明没有路。要翻墙，那边要翻墙。不要乱翻你的墙。你要翻墙？要吗？先去那边看一下，有没有可以出去啊？尴尬。我玩那边有路。
走路环岛，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很安静、寂寞的。一个人去感受肩膀的重量、脚掌的水泡，还有精疲力竭的身体。但若你问刻在心里的到底是什么，我只有一个答案：人。这是农村的那特产的农产品，火龙果汁。哎呦，是我。你吃肯定买要100块，我送你们吃。谢谢。从哪里来啊？桃园来的。哦，辛苦了，我住高雄啊。叔叔今年70岁了呢，知道没有？你看还在拼，也在是你同伴。哦，对。好了，还在哪里？走路的时候，若没有人帮我们加油打气，真的会很累。但一路上，我们收到了各种鼓励。这个很好吃，只有这里才有。哦，好，谢谢，品尝看看。谢谢，拜拜，谢谢你们。要不要陪走？那你自己走的感觉是什么？快死掉的感觉。我已经体会到什么叫做人情味。啊，真的。他是准备上大学的周月，原本不想走，却被我拉来了。今天晚上我们要住他新丰的家，而他的女朋友布丁也会来找他。哇，现在是关键的时刻，你再自己决定要不要继续走。真假？为什么你没有给我选择？你已经没得选了，你不能选。你已经没得选，你已经离家有点距离了。我不走的话会被笑。呵呵，走2天，熟大。不一定啊。在贵。不要走了。不要跟我讲啊，我会帮你做决定。我东西要放哪里？你东西你要放在3楼，或者是放在楼下。你跟你妈咪讲。放在楼下一大堆。跟你妈咪讲说你不想。去年环岛的时候，周月和布丁刚从同一所高中毕业，现在他们都来到台南读大学。布丁在昆山科大读空间设计，周月则在长荣大学读互动设计。那一天，我坐火车去台南找他们。周月刚好在帮布丁询问转学的事情。就是我们转学考2年级的话，有可能会开，也有可能不会开。他寒假的时候那时候。对。哦，好。因为他人比较少。所以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？就昆山，然后转别系。嗯哼。不然也离半。他想做模型。不是，他想做就是室内设计的那种，里面装潢那种模型之类的。可是结果他学的是做外面的那一种模型。你是今天早上才跟他讲想要去长荣吗？没有，我刚化妆的时候才想到，突然就说，其实好像读护士好像很不错哎，对不对？好像也不错哎。我刚刚画眉毛，突然我们学校护理他在玩手机哦，我就说，其实好像当护士好像也不错哎。我就很突然这样蹦出一句话，然后他说，我们学校护理啊。啊，你们学校有护理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就是那种突然想到，然后就马上蹦出来。隔天早上，我又搭上火车去找在台中教育大学读数学教育的俊瑞。他通常是最准时的人，但这次我却在车站等了好一阵子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在来接我的路上摔车了。骑到车站之前，我骑，然后刹车，地上沙石太多，直接滑下去。就人生跟走路环岛哪个比较难？当然是人生啊，走路环岛算什么？人生难在哪里？太多变数，现在真的不知道要干嘛。不想走教育，可是好像除了教育又没什么好走。所以说不定还是会走教育。可是那我一定也在读那些东西啊，我不想读教育的东西。那如果不读的话，最后要么就是纯数学继续走啊，看纯数学之后能干嘛？因为也有蛮多工作要用到计算的。那是工程师。不一定是工程师啊，有些东西需要那种大量计算，像什么可能化学需要计算，然后什么物理也需要计算，然后都有那个，我不知道啊，差不多。对未来还有些茫然的俊瑞，距离出社会还有1年半，而现在
我已经回到内坜，找了今年刚毕业的明君。他跟我说，这次的消防员特考，他落榜了。就是明明可以更努力一点，为什么现在还是就知道自己要努力，可是还是不努力，一直在后悔之后才会学到东西。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知道就好了？那时候觉得是身边没有人可以帮我，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帮我。你只能靠自己那时候。对啊，就算阿肥会来这边住，可是也就是，打游戏啊。那一天，环岛路上下起大雨，明君请他的朋友阿肥先帮我们把行李载到住宿点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卸下重装，步伐变得无比轻松。于是，我们决定走一条山里的捷径。还是有风险，所以我们不能乱跟 Google 走。然后这里是哪里？我们刚走路，完全看起来不像一条路。然后我们就走进去，照 Google 走，结果就变这样子了。随着天色逐渐变暗，我们必须赶快下山。透过 Google， 我们找到另一条近路，结果他的感觉超怕，觉得没有什么感觉。哎，我也差点跌倒。有什么感觉？为了不留下遗憾，周月决定离开我们几天，回去陪布丁过18岁生日。现在带走？你现在没有带走啊？不然你要我拎着吗？那我们就帮你拎着吧。很重要，这是他跟女朋友第一次可以一起过生日。拜布。我还要去杀猪捡吃哎。对啊，他还要帮我们沿途掉很多东西，他要一个一个去郊野捡回来。哦。那就是我各种事情动力来源吧。他说，你这次不去的话，下一次你以后不一定会有机会。可是他又很怕这2个月不见不到我会怎么样。就是有种像是突然没有这个人的话，你会很不习惯，对吗？应该比较没有那么没有安全感的感觉。不会啊，还是会有安全感。因为我现在找了个新的工作，也在火锅。对，火锅店在台南，可是同事都是男生，同事都是男生，而且我还跟他说里面有一个长得很帅的。他就不高兴。今年中秋节，明君到教会朋友家烤肉。这群人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。要等你吹一杯他来看。是啦，会死游戏而已啦。不是、啊，就算输了，干。我很喜欢这种可以团圆的节日，因为在不同地方生活的我们又可以聚在一起了。这让我想起走路环岛的时候，一起生活的整个暑假。但1年过去了，我突然好想去找他们，想听听他们现在的状态。因为我是社会组嘛，那时候考警察就是只考社会科，可是那时候原本想要考消防，可是因为我没有读过物理化学，所以就不去考，所以就转一般警察，然后没上，我就觉得那还是继续往消防员走好了，所以就考指考嘛，然后指考分数有稍微拼一点，就是可以上到东海那边，东海最下面那里。但是我就看到大学有那个消防安全，我爸看到了，不是我看到，
我没看到，我都是填社工，然后之后插一个这上面消防，然后就第一个就上了。那时候就想说当消防啊，是吧？然后就去了之后，那些学的东西又不是我想学的。你学了什么？学了什么？有法规是想学的、可是法规它叫我背很细的条文，但是那个根本不重要。但是就是他就是考这个，然后就只有读这个，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想法说要自己多读一些什么，就这样，就是烂到大4吧。你说每堂课去的感觉？就为了考试啊。就这样而已。为了考试交作业，然后应付。对，差不多。你应付了3年。就太笨。如果你聪明一点，你会怎么做？聪明一点，就是我不会把时间都花在耍废，然后读的话也不会只读考试的内容，然后基本上老师教的也很烂啊，那我基本上都会自学，因为我觉得我大4的时候我自己读，比我前面那3年加起来的还要多，学的还要多，我同学也这样想。你在大学前对大学的想象是什么？美好，很美好，就交很多朋友，就跟我的现实完全相反啊。因为学习没有啊，交朋友很少啊，而且都是些烂烂，不是说烂烂的，就是跟我一样没有想好的人，因为我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。去年环岛，我们在网络上号召亲朋好友，甚至一些陌生人来陪走。路上的分享与体验是我们最开心的事。而明君的妈妈也来陪我们走过30公里。这种又1又2的状况是怎样？快到了，我每天都这样。好想哭啊！这是自虐旅程。我早上走3个半小时可是我觉得蛮轻松愉快的啊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快高考了，就走了10公里没有休息。这样就不可以休息。那个晚上，我们住在瑞穗俊瑞的阿婆家，而这天刚好也是俊瑞的生日。像高中的时候就是太重视读书了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读书优先，就是我想要去玩社团，想要去干嘛，都会被念，就包括连我要读指考，我放弃学测申请这件事也被念，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原因都会被念，就是所以我高中其实过得很不开心。你高中就是一直读书啊，基本上就是一直读书。我觉得被卡住的感觉。卡在出去毕业之后不知道要干嘛。想不太到。为什么会卡在这？要做老师跟我原本想的不一样，就是过程不一样。要读很多我觉得很无聊的东西。我现在也没有修教程。进来之前有想修？有啊，但是后来看到教程的课之后，觉得不适合我，所以就没有修了。那你决定不修之后，会不会突然变得很迷茫？因为跟原本想的都不一样。差不多吧。高中进来之前就只想当老师，现在
不知道。那你觉得你们学校的教学怎么样？教学怎么样？它有磨灭你想要当老师的这件事情吗？还是其实？我就只是挑自己想上的东西上而已啊，就是我也不知道算是好还是坏，反正我现在就只是挑自己想修的东西，然后就把它读毕业而已。就是为了这个画面，我的空拍机飞越了山谷后卡在风中，我只能随意找一个地方迫降。没想到他带我们找到了一条超美的捷径，让我们少了2公里的路程。我们家那个空拍机没电，掉在那里。真的假的？没电掉在小金瓜路头，往回走，露出来的肉。刚刚那个路口那边吧，刚刚那个铁门那边进去。我们去啊！我要拍呢。你要拍，大家都去啊！为什么会掉在那里啊？没电啊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没有受伤哦。还好是在路线上，不是停那种很奇怪的路。我有看到它下面有没有什么路可以停，所以我慢慢把它调过去。前面有草堆，所以你是快没电了之后，赶快紧急迫降在一个有路的地方。对，这个空拍机。差点危及到我的脸。还好不是飞到很外面啊。那天走到9份，布丁成为我们其中一个陪走伙伴。一路上，他们都有说有笑，这是周月环岛最开心的时刻。但就在今年几个礼拜以前，他们分手了。你有觉得你现在被卡住的感觉吗？有啊。怎么说？觉得就瞬间不知道下一步要先做什么事情。那你这1年来过得怎么样？跟他在一起很开心啊。可是那时候我的重心都只放在他身上吧，觉得只要有他，什么都不重要。可是他却希望说，我的重心不要只有他，找点事情做。我爸也一直提醒我，说不要所有时间花在布丁身上，就是你会失去目标，没有，到时候就会没有动力吧。可是闯不大的结果就是说，当初觉得我生活动力就是布丁。可是我却没有想从他的角度去思考，说他希望我变得更好，所以我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，不要整天都黏在他身边。然后，跟他在一起是有成长过程啊，有成长，可是越到后面，我发现其实我成长也蛮少。或者是说成长速度变慢了。一开始我也不是这样子的，就是特别主动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我都是很被动。是跟他在一起之后才开始变得很主动，对他，对身边在意的人吧。然后，虽然说。我也觉得，我当时觉得，虽然他不爱我，可是没有跟我分手，只要待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好。可是这样想法其实不太好吧？未来的生活里面总不可能没有爱。那是你很重要的朋友。他最重要的人。他还是最重要的，目前现
现在来说，可是希望以后还是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。就算以后不是跟他在一起，我还是把他当家人看，就是家人那种爱。环岛走了46天，终于要回家了。好多朋友都在教会门口等待着我们。感谢。举手欢呼！结束了，全世界人在等你，很多人等你耶，等你耶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嘴巴闭起来，结束啦。2020年10月6日，明君接受国家征召入伍。10天之后，他跟我说，他已经签下了4年的志愿役。要怎么讲？就是我跟我上次讲的一样啊，就是不确定要不要去救火，只想要帮助人跟救人而已。你在然后也不确定要不要让家人这样担心这样，然后也不确定如果就是我继续读书，然后每天跑图书馆，然后又回家，跑图书馆又回家，每天这样，我自己不开心，然后也不确定我到底最后考不考得上今年。如果考不上的话，那是又要浪费1年。我认真觉得你考上去会很高，但是考上的是我真的想要的吗？那我觉得现在玩的也差不多了，就是差不多可以开始都放掉了。比较熟了。大四那么多时间的话，我自己现在是要把那个可能多益考一考，然后还要干嘛？我也不知道之后要干嘛。想办法充实一点，对啊，就是不要过那么废，就算你课很少了，也不要那么废。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会找出我的目标，我自己的期望，然后不会再只是为了你活，我会为了自己，还为了我爸妈，为了家人，然后重心不能一直放在你身上，我会慢慢的把重心分散到其他地方上面，充实自己，然后让自己变得不一样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就跟他讲说，我爱他，然后自己的决心啊，自己要努力啊，对吧？就是我会赶快打起精神，赶快去做事情。
我再看一次这一部片《路途》，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，很有感觉。我觉得跟着我们一起看这部片的，如果是这个年龄层的年轻人，就会很有共鸣，会觉得说，对我就是这种感觉，我也是充满着迷惘。可是如果黑公操狗爱用盖水煮感应类款啊，会觉得说，对我年轻的时候好像也这样。不过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，里面的3个主角很信任你，什么话都很坦诚的对镜头讲，什么。对啊，念书很辛苦啦，我就是很废啦，然后我很在意谁，所以他们真的很信任你哎。我觉得他们跟我其他拍摄过的人来说，最不一样的东西是，他们是很重要的朋友，而且一起认识10年了，所以算是好哥们，按勇敢感觉。你讲来第一，你 potato 后其实有累积很多的素材，你没有立刻剪，你先放了1年之后，然后1年之后再重新去访问他们，而且现在的他们也都变得不一样了。为什么会沉淀这么久？其实我一开始环岛玩的时候就想剪这部影片，因为我想要把一个很热血的故事跟大家分享。没错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好像环岛真的没有那么热血的感觉，很辛苦。对，就是我那时候脚的水泡很大颗，然后又很痛，然后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个热血的故事，我自己都开始有些怀疑了，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剪这一部影片。然后到1年之后。我发现，其实大家的生活当中好像都发生了很多变化，对，而且没有环岛那么热血跟雄心壮志，反而卡关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有趣了，我就想开始去拍这样的一件事情。了解，所以进狗了解烟狗后，我们再重新去访问他们，然后再剪这支片子哈。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大家唔地发现冇其实有改性力改后加有讲，其实人的一生当中，这个18岁到25岁的在盖团改呛年，我们说大学生其实变化是最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事实上大家想想看，你有可能是。结束了一个人生的阶段，例如说念书，然后要进入一个职场，等于是你要进入社会，对。那么，所以在这种片子里面的3个年轻人，刚好就是18岁、20岁、22岁，你超过了吼。刚超过，对，所以他们这个阶段是变化很大了。所以经过了1年之后，即便是现在，也都变得很不一样。例如说，像是明君，听说他已经在服役了，对吗？他就是像影片的结尾签了4年的志愿役嘛。他现在在里面是做行政的工作，但是他其实一直在准备消防这件事，他也没放弃，所以这个梦想还在，他还是很想要，只是他回过頭去看那時候的自己為什麼會走到這樣的階段，對，他很想努力去讀書，他很想，對，但是他做不到，然後他又覺得他那時候的自己狀態蠻廢的。然後又很後悔，為什麼那時候不努力讀書，就一直在矛盾的感覺。你是說現在嗎？對啊。所以他現在有這種感覺，就覺得說那個時候應該要更努力，對不對？那個我要說，明君啊，其實冇關係啊，因為你要是很陰盛，你要是很心從該口唱，跟明君說，這就是一個過程，而且那是他那個時候的狀態，他那個時候狀態就是會有這樣的一個感覺，對不對？哈，其實不只是明君哈，我們其實回到像是周越他那個時候。其實是好在意感情，而且一直希望能夠重新找到一個生活的重心。現在他還好嗎？我覺得周越現在他其實也剛當完2個月的暑假的兵。哦，對，在這之前，紀錄片的結尾是停在他要去思考他未來想要做什麼事情。對對。然後我覺得他真的蠻認真去做這樣的事情雖然他難過了一陣子，是，但是他在後來然後找到了一個新的目標。太棒了！起重機。起重機。对，然后除了起重机之外，他还开始去做修车的一些工作。你是说就是修车，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这个黑手？算是，但是就是听到黑手就会觉得好像是不乖的小孩，或者不会读书的小孩才会去做的工作。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厉害的专业。当然。可是周越可能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，然后就不太敢去跟他爸妈讲他现在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。所以他就一直瞒着，瞒到他真的要放暑假要回家了，要去面对父母的时候，才跟他们聊到这件事情。所以有聊了，有聊了。然后周越蛮意外的是，他爸妈其实不会很反对，而且也是鼓励他或引导他要怎么去往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做。所以反而是周越自己有那个框架跟负担，对吗？我觉得。就是真的是社会压力造成的。社会压力，所以听导演这样讲，我觉得有一个感觉，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压力蛮大的。为什么？你刚刚讲周越，他明明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，他也很努力，可是他会担心这个兴趣到了这个社会里面，是不是被社会给肯定？
有没有社会肯定的那个价值？换句话说，你在学校念了书，那个文凭出去之后，是不是有用？是不是会被贬值？是不是真的有学以致用？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普遍面对比较低薪啦，或是比较没有未来感，其实会觉得蛮无奈的，对不对？我想周叶就是这种感觉。我觉得现在的社会，其实年轻人他们从很早就开始要去展现自己，像 Facebook 啊，对，像 IG 啊，他们都要让别人知道他现在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，了解，一定要被看见。但是这也造成他们没办法，就是只能让大家看到好的一面，反而不好的那一面都很难被看到，也不敢让大家知道，所以就会一直被绑着的感觉，一直有一种捆绑在身上。像我在网络上会看到很多年轻人，像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梗图，会觉得说，对，反正我们这一代就是废啦，我就是没有用啦。那我们大家可能只是笑一笑，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这个背后其实是一个感觉上是一种群体的很悲伤的一种无力感。其实上一代他们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会有一种期待值很高的感觉，就很期待他们会达到什么样的成就，甚至很多路都帮他们想好了，就觉得照这样走就是一个最棒的路。可是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，可是一旦他们没办法去照着爸妈的想法去做的时候，好像就没办法符合他们的期待，然后也会对自己感到很失望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我觉得也是现在年轻人面临一个蛮严重的一个问题。那你呢，导演你自己呢？你也被归类在年轻人现在？我觉得我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其实蛮开心的是，我爸妈都蛮支持我喜欢去做什么事情。对，所以。印象中我那时候班上34个人，我曾经名次是31名，蛮好的啊，没有最后啊。对，但是在普遍的价值观来说，它会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因为成绩怎么在这么后面？对啊，所以我那时候自己也是感觉蛮失落的，因为太后面了。对，好在我爸妈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在乎，所以他们就继续让我做我喜欢的事情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联络簿上面写我喜欢拍照，然后想要当记者，然后之后就慢慢转到现在开始拍影片。我记得导演你说过你是念机械啊，我高中的时候是读机械科，大学的时候是读1年的哲学。可是我觉得这些，它是一开始我必须要考试才可以往这边走，往我想要读的那个地方走，但是我成绩没有那么好，就是一个被升学体制绑架的感觉，只能照着成绩到你可以到的地方。但有没有发现，不管你是念机械或是念哲学，这些事情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跟累积。我在机械科的时候就开始，老师让我拍影片，然后可以去记录我们班的生活。我觉得那时候老师给我的支持跟同学可以看到我影片很嗨啊，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鼓励。然后大学的哲学那样的思想，逻辑的训练，对不对？就开启我不一样的想法。所以我会觉得，就算年轻人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，有很多的这种迷惑或是迷惘，可是现在回想起来，每一步都是很重要的累积。就像你去环岛一样啊，你应该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去环岛。对很多人，你真的很了解我的感觉。我那时候，因为我在环岛上都一直被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为什么想要徒步环岛？这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啊。然后我就很想跟他们讲，我很想徒步环岛的原因是，是什么？到现在没找到吗？然后我就会卡住，我真的想讲什么，但是又说不上来那种感觉是什么。我觉得会不会是给自己的一种考验，或是设一个目标？反正我就先去做了这个目标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也许我可以找到什么东西，会不会是这种感觉？就是想要去知道一些很多人都说什么环岛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啊，什么什么的。我也想这样回答他们，但是我又回答不出来，因为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对，然后我就反而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因为重点是环岛的过程，经历很多很痛苦的事情，很开心的事情，过程是很美好的，这些东西是可以被记得的。那就是代表说，其实你走的每一步路都有它存在的意义，因为每一步路、每一个过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又精彩的累积，会为后来的生命其实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反省、一个过程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哎哈！梁子和 Andy Gibney 导演带来的这个作品，在路途里面，我们也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精神。我会觉得，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是不断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探索也好，中间有迷惘也好，可就因为有迷惘，感到不安。我们才可以成为更好的我们。可
跟现在更好的你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好。所以呢，你所有嘅观众朋友，冇聽從依個選條，然後從讓片啲有嘅後生人，然後講從突然安樣嘅朋友然後親人然後，你可能冇法度撈幾多嘅人生嚟做決定，唔過你做得談幾多嘅想法，關心幾多嘅狀況，係冇你是撈幾多做派，韓國嚟艱難嘅過程，市場嘅寬度強弱配幾多韓國嘅人強弱，感謝大家嘅收看，然後感謝突然嚟到呢一片帶來暗站到嘅紀錄片，你紅紅獨家嘅紀錄片是下擺見。